好随我回衙门说。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没事。快走！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们快走吧。你是谁？铁卫国，看在你平时清廉勤勉的份上，今天我饶你不死。不过，你还是先在床上躺1个月吧。包子嘞，热腾腾的包子。上点钱，少点味道。没有，闪开！刚出笼的包子。龙小弟啊，我有那么重吗？你怎么跟打醉拳似的，歪歪倒倒的呀？老大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背人，我能背着你一口气跑出华阴县，就已经不错了。糟了，钱，我把钱全都落在酒楼里了。老大，先别想钱的事了，保命要紧啊！龙小弟，要不然你把我放下来吧，你可是金枝玉叶，别到时候把你的龙胳膊龙腿给你压坏了。不行，铁捕头的铁手是我亲自建造的，我知道他有多厉害，你一定伤不轻。咱们得赶紧找一个地方，饶给你包扎一下。前面好像有一个茅草屋，进里面休息一下吧。好，我也真的是快走不动了。龙小弟，长这么大还没这么累过吧？那是，哎呦，哎，你怎么流那么多血啊？你让我看。大惊小怪的，没见过世面吧？没事儿，你先出去，我自己看一下。你别闹，我出去。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？告诉你不许占我便宜啊！去，赶紧去，出去！真的？真的，快点走啊！走，快点儿！快点儿啊！快去！哎，不是，你确定你自己能行啊？我确定。去。
老大，你自己可以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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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！大师兄，叶师弟，你不是跟着樊师妹一起，随着吴应琪进京了？吴应琪这几日游山玩水，一直拖延进京的时间。几日前，我和樊师姐发现，这次伏击打得并不顺利，那龙大人的手下武功个个都不弱。前去搬救兵的人当中，我们杀了3个，跑了2个。二公子，卑职办事不力，愿受责罚。罢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继续暗中追查龙大人的下落，想办法把龙大人的行踪透露给刘德昭。可是刘德昭也有把柄在龙大人手上，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龙大人，也未必敢杀了他。卑职担心他们2人化敌为友，暗中达成交易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不利了？所以你更要掌握好时机，杀了龙三之后马上撤离，让刘德昭的手下晚到一步，替咱们把舒剑之死和龙三之死这2口黑锅都给背了。卑职明白了，卑职这就去办。师姐，这回你看到了吧？吴应期根本就不像我们接触的那么简单，他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实际上就这么狠毒。不，我不相信。也许他只是听命于吴三桂的安排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好，就算是奉命行事，那你现在也应该可以看出来了吧？他那么有心机，根本就不像我们平时接触的那么简单。也许他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不也听从于师父的安排去算计他吗？樊师姐，我能感觉到你对吴应期很有好感，我不想打击你，相反，在师父的面前，我还会替你打掩护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你千万我心里有底。